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，士师记第4章17节到23节，第5章24节到31节，启示录12章第1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太平。现今国际社会想要得到太平，好像不太容易。不但在犹太地的战争，在乌克兰，在北韩，在缅甸，在香港，中国境内，甚至没有侵略性、完全无害的台湾，也都要面对恶霸中国军事的挑衅。太平好像很奢侈，是大部分国家追求的一个目标，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。士师记第4章17节到23节，第5章24节到31节，记载了以色列人跟西西拉之间的一个战争。上帝差遣了一个叫做亚裔的妇女来帮助以色列人呢，将西西拉给灭绝了，使得以色列能够享有太平，有40年之久。圣经记载这样说道：西西拉逃到基尼人西柏的妻子亚裔的帐篷，因为夏所王耶宾和西柏的家非常友好。亚裔出来迎接西西拉，对他说：阁下，请进来我的帐篷，不要怕。西西拉就进去，亚裔把他藏在木帘的后面。西西拉对他说：请给我一杯水，我很口渴。亚裔打开一皮带牛奶给他喝，然后再把它藏起来。西西拉对亚裔说：请站在帐篷门口，如果有人来问你有没有人在这里，你要说没有。西西拉非常的疲倦，就倒下睡着了。亚裔拿了一把锤子和一个钉帐篷的木钉，悄悄地走到西西拉的身边，把木钉打进他的太阳穴，钉入地里。西西拉死了。巴拉来找西西拉，亚裔出来迎接，对他说：请进来，看看你正在寻找的人。巴拉跟他进去，看见西西拉死在地上，有根木钉穿过他的头。那一天，上帝使以色列人制服迦南王耶宾。第5章24节，基尼人西柏的妻子亚裔在妇女当中最值得称赞，在住帐篷的妇女当中最值得赞美。西西拉向他要水，他给他牛奶，他用贵重的碗装乳酪给他。亚裔一手拿帐篷的木钉，一手拿工匠的锤子，他击打西西拉，打碎他的头，穿透了他的太阳穴。西西拉起身扑倒，躺在亚裔脚下。西西拉屈身倒地而死。西西拉的母亲眺望窗外，她在格子窗后面凝视。她问她的战车为什么迟迟未到，她的战马为什么还不回来。她最聪明的宫女回答，她也自言自语，他们一定是在抢东西，分战利品。一个士兵分得1个或2个女人。西西拉得了彩衣，他给皇后带回绣花的围巾，
上主啊，愿你的仇敌都照样灭亡，愿你的朋友像旭日照耀。于是这地方太平了40年。启示录12章1节到12节也记载了另外一位妇女的角色，她成了上帝的仆人，来使魔鬼撒旦失败。经文这样记载，这时候天上出现了一个又大又神秘的形象，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，脚踏月亮，眼睛头上戴着一顶有12颗星的冠冕，她快要生产的阵痛使她呼叫了起来。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神秘的景象，有一条红色的大利龙，长着7个头10个角，每一个头上都戴着王冠。它用尾巴卷起天上1/3的星辰，摔在地上。他站在那快要生产的女人面前，等婴儿一生下，就要把它吞下去。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这孩子将来要用铁杖统治万国，但是这孩子被提到上帝的宝座上去。那女人逃往荒野，到了上帝为她预备的地方，在那里她要受照顾1260天。后来天上发生了战争，米迦勒和他的天使对利龙作战，利龙和他的使者也起来应战，但是利龙被击败了，他和他的使者不得再留在天上。于是那条大利龙被摔了下来，它就是那一条古蛇，名叫魔鬼或是撒旦，是迷惑全人类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都跟着他被摔下来了。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，现在就是上帝拯救的时刻，上帝已彰显了他的全能和统治，他所立的基督也显示了他的权威。那日夜在我们的上帝面前控告信徒的，已经从天上摔下来了。信徒们已经借着羔羊的血和他们所宣布的真理战胜了利龙，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要欢心。但是地和海惨了，魔鬼已经满怀愤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来日无多。跟随上帝，被上帝所差遣成为主仆的人，就要得到主所赏赐的平安同在。诗篇118篇1节到2节，14节到24节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人说，愿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14节，上帝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上帝的子民的帐幕中响起了胜利的欢呼。上帝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的能力使我们得胜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我不至于死，我要活下去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他曾重重地惩罚我，但没有使我死亡，为我开启圣殿的门。我要进去颂赞上主，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能够进去。上主啊，我要颂赞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你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的眼中是多么的奇妙啊！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乐，我们要庆祝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平安，使我们无论身处何处，
都能够享受太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